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外国有一本杂志叫做《Time Out》，来公布到2024年全球最佳的50个城市。台湾的台北市排第46名，赢过日本的大阪甲香港。啊，摕到冠军的是美国的纽约。 英国议会赢看年，纽约时报广场倒立支持，日本京都上50米的景色，全球得一个城市对你来讲，这是1.1。纽约吧，我就有个美国梦。巴塞隆纳吧，因为我才刚去完，然后觉得那边生活步调蛮惬意的。 国外杂志《Time Out》选出50个城市，冠军是美国纽约，搁来是南非的开普敦和德国的柏林。台湾的台北冒牌着挺，赢过台湾人爱佚佗的土耳其伊斯坦堡，日本的台版和香港。 台北的交通的确是蛮便利的，然后生活机能也很方便。Time Out 杂志认为，将在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的国家，台湾呈现进步和自由。不闹传统的表示，在地点心和各国的美食，大家拢真喜喜。搁有变到暗时呀，嘛也搁倒来试试。外山靠海水当当的自然美景，免开侪钱，交通嘛真便利。 他要有推荐2个台北的好去处，一个是松烟诚品，因为它即将接棒成为24小时书店；另一个是去年12月刚开幕的大巨蛋，今年预计有14家餐厅将陆续进驻。调查显示，88%的台北民众拢感觉故乡有影是水甲俄罗界特区，餐厅嘛得到190%的好评论。信义区就是或者是象山那附近，就是也是可以走走。推荐中山，中山很好玩，就有比较多逛街跟年轻人的东西。适合游山玩水的台湾，某个一摆成功看上国际版面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